住的大学生呢，他家里的父母都是军人，他家里面的所有的家产只有最好的家产就是一辆摩托车。他们准备家人呢一直在商量，就是这个孩子非常聪明，要想读书，但是呢这个父母呢如果不买摩托车那就没办法，因为他需要的大概是4500块钱的学费，但是呢后来就是实在没办法，就是准备要买。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们家里的状况确确实实现在我们社会需要民间自主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是特别多的。今年我们上海词汇就资助了大概是藏族、汉族的300多个孩子，在300多个孩子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个别的一些孩子呢，他们代表就也就是说一些贫穷的孩子来发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呢早就已经成了残废了，而他的母亲的话，为了几个孩子读书然后呢就奔波劳累，最后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为了他的读学校的学费，也就是说到处去善款，但是呢，最终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没有给他借钱。当时的他的这个状况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的话呢，我当时在我们的发放仪式上面呢，就是流着很多的眼泪。其实我不喜爱经常哭的人，包括我父亲死的时候，我亲戚朋友死的时候呢，我都从来不哭。但是我有时候看到这些穷人的时候呢，确实也是非常的这个伤心。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需要关爱很多的这个弱势群众。当然，这个呢需要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呢，就是给我们一些看解。而我们作为的慈善仪式呢，就是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宗教行为，应该是它是一种社会的美德的一种行为。如果它成为一个国际规范化，或者说是它是一个真正的一种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就是这个项目常态化，也就是说法制化的话呢，可能我希望呢还要多方面的声音。应该这个慈善呢就是需要立法，通过真实的一种规范化、管理化、现代化，或者说是是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现代化的一种理念来进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各个角落呢是需要很多的人值得帮助。为什么现在这个犯罪和很多现象呢？其实我们没有关心他们的一种行为。我记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年轻的孩子呢，他准备在复习的时候呢，他旁边有一个老太，就是说就这个人的这个头发太美了，很灿烂，只不过是很可惜了然后这个年轻的孩子呢流着眼泪，然后向他鞠躬，深深的鞠躬。最后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多一个这样的人的话，我不一定做到今天。谢谢大家。Thank you, gentlemen. Both of those were very interesting. As you listen to these anecdotes, each one of us processes them different ways. But one of the ways I do as a Christian is that so frequently in the gospel through which we learned about Jesus, we find individuals who were healed of blindness or were fed when they were hungry. And yet, that's not the story. That's basically that there's a greater power than hunger. There's a greater power than blindness.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a cruel thing if only one person benefited or was freed of leprosy. It's always that issue of hope. And as I'm listening to these stories of whether it's Tibet or China, where individuals do things, the answer is bigger than that. There has to be a sense of hope that drives the kind of policies that will make us more conscious of becoming a community. 在约翰尼斯堡，我们有一个道场南华寺。这个寺庙呢，从4年前开始，我们就开设了电脑班。我们不去救济他的贫穷的问题，而是把他带来寺院呢，然后让他学习电脑。那这几年下来，总共教了1700位的这些黑人的学生呢，帮助他们在当地有这个就业的机会。1992年9月，慈济在加拿大这个分会在温哥华正式登记注册成立了。先后呢，在加拿大成立了有温哥华、多伦多、Edmonton、Calgary、Ottawa、Montreal，还有温尼派这些等地，集合了将近3万多名的会员，400多位的荣誉董事，
先后成立了65个志工站，通过这些志工的这些群体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社区之中，展开了扶贫的一些工作。 What is unique about America, the greatest religious diversity. We have about 2,000